接下来，咱要来关心的是1岁的查甫囡仔凯凯，和伊的年母虐待死亡的案件。北检即卖是照这个虐待儿童、妨害身心发展秩序等罪来起诉姓刘的年母姊妹啊。这桩案件会由国民法官来共同审理。也那离福联名这个姓陈的社工，即卖是邀过咧侦办。民团是认为讲，除了司法爱行因公道，更较重要的是爱预防这个虐待囡仔的案件再度发生。凯凯案惊动社会，北检侦办姓刘的年母姊妹啊，涉嫌甲1岁查甫囡仔零知识，再被侦查终结，依照凌辱、儿童妨害身心发展、致死等罪嫌起诉姊妹啊。这案会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，相关的证据甲具体的求刑会伫审理程序当中提出。因那2号联名姓陈的社工的部分是另外一案侦办当中。刘姓被告2人均提起公诉，所犯罪名为刑法凌虐儿童致死罪、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，因而致死罪、成年人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罪。以上2罪，并应依儿权法规定加重其刑至1/2。因为被害人是未成年，依据儿少法还要再加重其刑1/2，因此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律师也进一步说明，因为本案会由国民法官来审理，为着避免让国民法官成立为主的观念，检察官未对量刑来表示意见，也未相对外公布证据。民团是认为，除了司法行公道，更较重要的是爱安怎预防虐待囡仔案件发生。最主要是制度吧，还有一些有关单位的权责问题吧。每个人都像踢皮球一样嘛，反正出事情丢给其他人来负责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司法是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公道，这是最后的一个公道。但是它的意义只是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。难道我们只能每一次来要求凶手的重判吗？为了避免遗憾的代志一再发生，王美君表示，4月27日要上凯道集会，提出4大诉求，对规个系统进行检讨，希望由中央来组织，启动跨部会的联络，建立10层的绩效保护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